英國終於承認巴勒斯坦國。The United Kingdom formally recognises the state of Palestine. 之後，加拿大、澳洲、葡萄牙等國家都跟翻承認巴勒斯坦國，冇幾耐連法國都加入埋。咁以色列乜嘢態度啊？梗係興過火屎啦！ לא תקום מדינה פלסטינית ממערב לירדן. 佢仲好得戚咁話喺以色列嘅阻止下，巴勒斯坦國絕對搞唔成。以色列將繼續擴張喺約旦河西岸嘅定居點。哇！將侵略行為講得咁肆無忌憚，面皮仲厚過日本仔噃。巴勒斯坦國自治政府喺1988年成立至今已經37年，目前全球有超過150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，但喺聯合國度，佢依然係非會員觀察國。乜嘢係非會員觀察國呢？就係你可以參與聯合國嘅國際事務，可以發言，但係冇投票權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可以講嘢，但係大家可以當冇聽過嘅。你有權講嘢，但你所講嘅每一句説話呢，我都當你冇講過嘅。多幾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，可以喺一定程度上提高佢喺聯合國嘅地位，同時起到孤立以色列嘅效果。目前喺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裏面，淨係得返美國唔承認巴勒斯坦國嘅啫。其實早喺9月9日以色列炸卡塔爾嘅時候，已經得罪咗美國。美國話事先毫不知情，同時好唔高興，因為卡塔爾係美國嘅盟友嚟㗎嘛，你自己有刀炸。但係以色列就話美國一早就知，想拉埋美國落水，兩條友喺度扯貓尾。關鍵係美國喺卡塔爾仲係有一個所謂最大嘅海外美軍基地，擺咗超過1萬名美國士兵喺度，而且仲部署咗一體化嘅防空反導系統。結果以色列就輕鬆發射咗差唔多10粒導彈，陰咗卡塔爾一鑊，而當地美軍就一啲反應都冇，任你炸。嗱，從呢件事睇得出，美國當以色列係親生仔，兩父子就邊有隔夜仇㗎？而出錢出嚟嘅卡塔爾就連契仔都唔係，頂都係契弟咋。不過佢哋自己唔知啫嘛。可能因為契弟係好難翻譯嘅。嗱，講開又講啦。點解英加葡澳呢幾個國家霎時間要承認巴勒斯坦國呢？因為想喺第80屆聯合國高級別會議前向美國同埋以色列施壓咯。自從2023年嘅10月7日新一輪嘅巴以衝突爆發以嚟，安理會已經14次就加沙衝突嘅相關決議草案進行表決，得4次獲得通過。喺嗰10份未通過嘅決議草案裏面，有8份係美國投嘅反對票，其中6次仲係要動用佢嘅常任理事國嘅1票否決權。從1945年到2023年嘅10月，聯合國安理會總共有36項關於巴以問題嘅決議草案俾常任理事國否決，其中有34項就係俾美國否決嘅。明明份和平方案傾得好地地，加沙班老百姓已經見到條和平嘅曙光㗎啦，次次臨門一腳就俾美國撲出。喺呢次聯合國會議重點討論點樣和平解決巴以問題。英國喺7月就話，如果哈以雙方喺9月嘅聯合國大會召開前無法達成停火方案嘅話，佢就勒轉碼頭承認巴勒斯坦國。可惜啦，以色列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你班英國佬。喺9月21日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，以軍仲變本加厲瘋狂襲擊加沙地區，造成68人死亡。咁英國冇辦法啦，唯有正式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。預計大約會有10個國家喺聯合國大會期間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話，國際社會唔應該怕咗以色列，連以色列嘅長期盟友英國都同佢反咗面，大家仲使乜驚呢班一味攞着數嘅猶太佬啊？你估真係驚你好叔？其實早喺9月12日，聯合國大會經已通過咗關於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嘅紐約宣言，結束加沙戰爭同埋建立巴勒斯坦國。只不過係以色列詐唔知啫嘛。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你哋認為美國喺咩情況底下先至會承認巴勒斯坦國呢？期待你哋老爆嘅想像力。嗱，難聽嗰句都講埋啦，就憑佢哋一件番薯幾件蛋散就想威脅美國投贊成票，似乎開玩笑咗少少噃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